聽說了嗎？今天可是4月裏福氣最旺的一天。我總覺得每個特別的日子都像一個溫柔的提醒，告訴我們生活值得期待。你看，春天的花還在開，陽光也正好，這不就是最好的預兆嗎？願我們的日子啊，像剛剝開的蜜糖，一天比一天甜。願我們的生活像升級打怪一樣，越過越順，越來越好。願我們的事業像春天的藤蔓，向着陽光節節高。從今天起，把煩惱輕輕放下，把期待少少裝滿，相信好運會像潮水一樣湧來，財運也會悄悄敲門。4月，願我們百事都吉祥，千事都順心，最後啊，萬事都大吉。新的一天，新的開始，一起加油，去迎接屬於我們的好福氣吧。